今仔日是5日节连假的头一天，各地头拢是人，这高速公路真侪路段也拢塞车。高公局表示讲，今仔日是以落难为主，是平常时交通量的1.4倍。因为明仔载有一寡人会提早上班，特别是国道5号这中道过后呢，车就开始变多，呼吁民众出门进前就要先注意路况。 透早，台东富冈港就出现排队的人，要坐船前往南市也是绿岛，大班客轮下当公路客满。5日节连假第一天，大批游客出现，屏东下当溜线，大班交通船也拢载满乘客，真侪人是规家伙仔要去小琉球度假。从早上7点已经开始不断在疏运，那预估今天登岛的人数会超过1万多人以上。 苏花公路甲西部国道高速公路是有出去佚佗的车辆，警方加派人力。伫大陆高顶各大风景区进行交通管制。高公局表示，2日连假头一天有高当日交通量是123万车公里，是年平均平日的1.4倍。23可能会有8万的车潮，其中国5有高，早起6点了后，车会开始坐，要到半暝才会渐渐疏解。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，国一北向 南屯到后里的路段，在下午到傍晚的时候，也会有一些车流出现。高公局提醒，5日节连假，各道高速公路拢是采用单一费率，早起饭点到5点暂停收费。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单一费率各拍8折。若想要避开塞车，建议分流时间改行替代道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